大快人心，謝霆鋒反悔了，主動叫喊張柏芝，我後悔了。張柏芝14個字回應：張柏芝和謝霆鋒離婚也有5年了吧？這5年真快，兩個孩子都那麼大了。謝霆鋒離完婚就去找他的初戀王菲，他們兩個選擇卿卿我我的讓人惡心。他還不要給他生2個戀子的張柏芝，卻要生過幾個孩子的王菲，真是不知羞恥的人。其實當年王菲和謝霆鋒在一起的時候，謝霆鋒和張柏芝還不認識。當年的那個謝霆鋒還是一個風流倜儻的少年，而王菲已經離過婚了。如今的謝霆鋒和張柏芝在一起了，因為這麼多年前甚明謝霆鋒這樣都忘不了王菲，都算是餘情未了。到時洗衣服就不顧他的2個兒子，和王菲過這2人世界。不少人罵他們。謝霆鋒和王菲在一起4年了都沒有結婚，但是有一次謝霆鋒在採訪中被問為什麼你和王菲到現在還沒有結婚，他回答了：我很後悔，讓網友們大吃一驚，是因為和張柏芝離婚了，還是和王菲在一起後悔呢？也許背負這渣男的罵名，謝霆鋒後悔當初的開始。張柏芝回覆謝霆鋒14個字：我們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怪你。由此可見，張柏芝沒有恨謝霆鋒，也沒有愛過謝霆鋒，他現在只想把自己的兒子養大成人。在娛樂圈的情感糾葛中，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故事始終是公眾關注的焦點。這對曾被視為金童玉女的明星夫妻，從相識、相戀到結婚、生子，再到最終離婚，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戲劇性。近日，一則關於謝霆鋒反悔並主動喊話張柏芝我後悔了的消息再次引發輿論熱議，而張柏芝14字的回應更是讓網友直呼大快人心。風之戀，從金童玉女到婚姻破裂。謝霆鋒與張柏芝的緣分始於1999年，當時兩人因合作拍攝動畫電影《老夫子》而結識。彼時他們都是剛滿18歲的演藝圈新星，一個是好勁十足的搖滾少年，一個是清純可人的玉女掌門人。電影上映後，他們迅速被媒體捧為娛樂圈金童玉女，這段銀幕情侶的關係也從戲內延伸到了戲外。2002年，謝霆鋒與王菲的姐弟戀宣告結束，而張柏芝則被曝與謝霆鋒關係曖昧。然而，這段感情並未持續太久。同年7月，張柏芝在採訪中暗示兩人已分手。事後，謝霆鋒與王菲復合，而張柏芝則經歷了事業的低谷與情感的波折。她開始以大膽前衛的形象示人，甚至被拍到與外籍男友 Jeon 的親密互動。2004年底，兩人在電影《無極》片場重逢，舊情復燃。張柏芝在片場用蛋糕抹謝霆鋒的臉，這一舉動被外界視為兩人關係升溫的訊號。2005年12月，兩人手牽手在長城宣傳電影，再次引發復合傳聞。張柏芝在採訪中坦言，當時真的很混亂，我根本就不顧一切地拉住霆鋒的手。我覺得他握住我會保護我，而謝霆鋒則回應：我是一個把友情放在第一位的人，接近愛情。2006年9月，謝霆鋒與張柏芝在菲律賓秘密註冊結婚。謝霆鋒在電台節目中透露，求婚當天，他趁在日落跪地向張柏芝求婚，張柏芝隔了8-9秒才答應。那一刻，他覺得那幾秒好長好久。兩人育有2個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一度被視為娛樂圈的模範夫妻。然而，這段婚姻並未能走到最後。2008年，照片門事件爆發，張柏芝的私人照片被泄露，引發軒然大波。儘管謝霆鋒當時公開表示支持妻子，稱我娶她之前已經了解過她的過去，但這段婚姻的裂痕已難以彌補。2011年8月22日，兩人正式宣布離婚，結束了這段長達5年的婚姻。謝霆鋒的後悔是真情流露還是輿論壓力？離婚後，謝霆鋒與王菲的復合再次引發爭議。許多網友認為，謝霆鋒在離婚後迅速與王菲走到一起，是對張柏芝的背叛。
而張柏芝則獨自撫養兩個兒子，成為單親媽媽。她的堅強與獨立贏得了許多人的同情。近年來，關於謝霆鋒後悔與張柏芝離婚的傳聞時有傳出，有網友爆料稱，謝霆鋒曾在某次公開場合主動喊話張柏芝：我後悔了。這一消息迅速引發網友熱議，有人認為謝霆鋒的後悔是出於對兩個兒子的愧疚，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在輿論壓力下的作秀。事實上，謝霆鋒在多次採訪中曾透露過對婚姻的反思，他曾表示：我不擅長處理感情問題，也不想和張柏芝離婚。在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及後悔娶張柏芝嗎時，他回應：你以為我娶她之前沒有了解過她嗎？我統統知道，但是我都接受了。然而，他也承認，照片門事件發生後，他確實感到後悔，認為這段婚姻的破裂與外界的壓力密不可分。謝霆鋒的後悔是否真情流露，外界難以評判，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段婚姻的破裂對兩人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謝霆鋒在離婚後一度陷入事業低谷，而張柏芝則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撫養中，逐漸從玉女轉型為獨立女性。3. 張柏芝的14字回應大快人心背後的獨立與釋然。面對謝霆鋒的後悔，張柏芝的回應引發了更大的關注。據媒體報道，張柏芝僅用14個字回應：我們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怪你。這一回應被網友譽為大快人心，許多人認為張柏芝的回應展現了她的獨立與釋然。事實上，張柏芝在離婚後的表現一直備受稱讚，她不僅獨自撫養兩個兒子，還積極復出工作，參演了多部影視作品。儘管感情生活備受關注，但她始終保持低調，將重心放在孩子和事業上。2018年，張柏芝突然宣布生下第三胎，孩子的生父身份至今成謎，但這一舉動再次證明了她的獨立與堅強。張柏芝的14字回應，既是對過去的釋然，也是對未來的期許。她沒有沉溺於過去的感情糾葛，而是選擇了向前看。這種態度贏得了許多網友的尊重。有人評論，張柏芝真的活成了自己的大女主，她的獨立與堅強讓人敬佩。4. 公眾輿論，從金童玉女到獨立女性的轉變。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故事，不僅是一段個人情感的糾葛，更是公眾輿論的縮影。從最初的金童玉女到離婚後的輿論風暴，再到如今的各自溫好，兩人的關係始終牽動着公眾的神經。在婚姻存續期間，謝霆鋒與張柏芝的每一次互動都會被媒體放大解讀，無論是謝霆鋒的浪子回頭，還是張柏芝的玉女形象崩塌，都成為輿論的焦點。而離婚後，謝霆鋒與王菲的復合，張柏芝的獨立撫養孩子，更是引發了關於愛情與責任、獨立與堅強的廣泛討論。近年來，隨着公眾對明星隱私的尊重意識逐漸增強，關於謝霆鋒與張柏芝的討論也逐漸回歸理性。許多人開始關注張柏芝作為單親媽媽的堅強與獨立，認為她是女性力量的代表。而謝霆鋒的後悔則被視為一種遲來的醒悟。儘管這種醒悟無法改變過去，但至少展現了他對婚姻的反思。5. 婚姻的裂痕與人生的修復。謝霆鋒與張柏芝的婚姻故事是一段充滿波折的情感歷程，從相識、相戀到結婚、生子，再到最終離婚，兩人的關係經歷了從甜蜜到破裂的轉變。而謝霆鋒的後悔與張柏芝的14字回應，則為這段故事增添了新的注腳。婚姻的裂痕或許無法完全修復，但人生的修復卻從未停止。謝霆鋒在離婚後逐漸走出低谷，重新專注於事業，張柏芝則以獨立女性的姿態，將兩個嫩子撫養成人，並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兩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感情如何波折，生活始終要繼續。如今，謝霆鋒與張柏芝已各自開啟了新的生活。謝霆鋒與王菲的感情穩定，而張柏芝則將重心放在孩子和事業上。正如張柏芝所說：
我們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怪你。這種式言與獨立，才是對過去最好的告別。